然啦，講到打第三拍落點球，第一個常見大錯就係球員嘅錯誤嘅時機或者場地位置去打。我而家示範俾你嘅，我講緊咩？打第三拍落點球，顧名思義，幾乎喺對方回球俾你之後，都係最啱做嘅選擇。即係對方回球俾你之後，問題就出喺站位上邊。有啲人就算俾人逼到退翻去底線啦，都仲想打完美嘅第三拍落點球。咁樣其實會帶咗好多問題。所以我哋其實想利用底線嘅判斷，應唔應該打第三拍落點球，定係應該打第三拍推擊球？職業選手幾乎唔會喺對腳企入喺場內，即係呢個藍色長方形入邊之前打落點球。一旦佢哋對腳企喺嘅底線後邊呢，佢哋就會選擇打推擊球啊。咁做有幾個原因。當我哋企喺底線後邊嘅時候呢，打落點球嘅目標同容錯空間會變得好細。如果我哋為咗安全而打得太高呢，咁就等於送個高球俾對手，俾佢哋有機會打高壓攻擊我哋。所以當第三拍被逼退到底線後邊呢，最佳嘅選擇就係打推擊球。我哋用推擊球去鋪排所謂嘅第五拍落點球。咁樣基本上可以令我哋打完推擊之後走近嘅入場，等到我哋對腳再入翻藍色區域呢，就可以打一個更容易入界嘅落點球。而且因為我哋離網近啲，控球呢都會容易嘅。但係打第三拍推擊球嘅時候，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方，我諗你要留意。呢種擊球嘅目標唔係要直接贏分，甚至唔係要對對手造成好大壓力。我哋其實只係想逼佢哋擋球，等佢哋回翻一個高嘅短嘅球，咁我哋就可以終於打個落點球。所以最主要嘅目標係防守為主，俾自己多啲容錯空間。揮拍都要輕力嘅，而唔係喺底線後面用好多力去打。好多球員都冇諗過，其實回球之後我哋係處於防守角色，所以除非有完美嘅球出現，否則我哋通常唔係要主動進攻。所以我哋嘅推擊應該係防守性推擊，而唔係進攻性。目標可以高少少，揮拍慢啲，最緊要保證個波入界，然後慢慢向前推進，準備好落點球。總結一下，其實好簡單。如果你回球之後對腳仲喺底線後邊，我哋就要用第三拍推擊。但如果你已經入咗底線，甚至入咗長少少呢，佢就可以開始用落點球。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你越近自己嘅廚房線呢，容錯率就越高，落點球呢都會更加有效。呢個係職業選手用嘅，令佢哋落點球好10倍嘅好簡單技巧。喺拍球入邊有個好大嘅誤解，就係大家以為要打到有效嘅第三拍落點球，一定要加好多上旋，所以大家最後就會做咗好大幅度嘅揮拍，或者試下揮得超級快，結果就令到第三拍變得唔穩定又唔可靠。我哋而家會幫你解決呢個問題，俾你睇下其實應該點做先啱。你會發現呢，成個重點就係你唔係想用第三拍嘅贏分。我相信我哋喺呢條片之後都會再提，但係你真係要記住呢樣嘢，第三拍落點球唔係用嚟直接贏分，而係幫你鋪路，等你可以順利上到廚房線之後先有機會贏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其實你只需要用球拍將個波輕輕引導翻去就得。只要你第三拍落點球打到大致啱嘅位置，又唔好打到太高太浮，其實你已經達到目的，就係俾自己有機會開始向廚房線推進。其實你喺呢度唔需要做太多嘅，只要將你個球拍擺咗啱嘅位置呢，就可以打到一個幾有效嘅第三拍。要做到呢點呢？有2個重要概念你要知道。第一，當你喺下面準備好，擺好運動姿勢，準備接觸個波嘅時候，你個球拍面嘅角度係最重要嘅。如果我打呢個波嘅時候，個球拍面指向嗰邊，因為我想加太多上旋，結果控制唔到手腕，佢個波就會飛去嗰個方向，即係出界，明顯唔係一個好波。所以喺接觸個波嗰一刻，你一定要確保你個球拍面係指向正確嘅方向。如果唔係，你打出嚟嘅波會好唔穩定，亦都打唔到你想要嘅效果。第二樣嘢就係，當你真係將球拍擺到正確位置，你要確保你個揮拍動作係短同埋精簡。所以你見到啲人打第三板時做咗好大嘅後擺，其實只會令佢哋嘅擊球一刻更難將球拍擺到正確位置㗎。所以你做後擺嘅時候，盡量保持超短，最好成個球拍都冇你身體前面，咁你用眼都可以睇到球拍同埋個波喺邊。跟住你做隨揮嘅時候都要保持好短，而且向前伸展，而唔係做啲咩誇張大動作，淨係為咗嚟你睇落點球加好多上旋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做到上旋落點球係有優勢嘅，而其實你自然將球拍面向前同向上揮動去擊球嘅時候，都會自然帶到去上旋。但最重要嘅係，你唔一定要有上旋先可以打到有效嘅第三拍。而我哋今日想做嘅就係幫你建立一個有效嘅第三拍，等你可以帶去球場用。
如果你仲未被說服咧，可以近啲嘅，有時你會打反手落點球，而好多時你打反手落點球咧都會帶有切球效果，所以而家個波係完全冇上旋，事實上係相反，係下旋，但我哋都會接受呢啲波係好嘅第三拍落點球。所以佢推論落去，就算你個波冇咩上旋，都唔代表佢唔係一個好嘅第三拍落點球，因為你啟加好多上旋落，你睇落點球，你可能會覺得自己打高咗個波，然後每次個波彈起都彈得太高。解決方法嘅關鍵就係做翻你對手對個波做嘅相反嘅。例如，如果我對手打個波好重手，打得好大力，我落點球嘅時候就應該輕手咧，盡量打得柔啲，因為佢哋打個波嘅大力，如果我都用力打翻過去呢，個波呢一定會彈高嘅。同樣道理，如果佢哋打個波好輕手，我就應該打翻大力少少，確保個波有足夠力量過網。問題就係當我哋同對手做一樣嘢嘅時候呢，就會出現。所以如果佢哋打個波好大力過嚟，我又打翻個大力波過去，咁最後我就會將個波彈高咗。如果佢打個輕手波過嚟，我又打翻個輕手波過去，通常最後都會打落網。所以記住呢一點啦。如果你發覺好難將個波打個網又擺到好位，咁你就試下喺力度上做翻同對手相反嘅嘢。第三個我哋見得最多關於 drop shot 嘅錯誤呢，就係打波嘅時候呢個波離自己身體太近啦，或者太遠啦。呢個情況呢，可以有幾個原因，我哋逐個咁講下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成日好似恐龍咁縮埋隻手打 drop shot， 即係個波啱啱喺你手踭位，或者你覺得個波冇得太快，搞到你嘅時間反應，通常甚至幾乎一定係因為你喺個波喺之前未準備好。而講到 drop shot 啦，特別係第三版啦，我哋見到有兩個主要情況會出現呢個問題。好多時冇準備好呢，係因為佢哋對手打波嗰一刻做 split step， 所以基本上呢，就係喺對手準備揮拍打波之前呢，你只需要原地做個 split step， 咁你就 ready 晒啊！佢當個波嚟緊你嗰邊，你就可以喐去啱嘅方向，確保自己有足夠空間，無論喺球場邊個位都可以打到一個靚嘅 drop shot。但其實仲有一個更常見嘅情況，就係大家發完波之後企得太入場，大家都試過發完波，對方翻啲波翻嚟，啱啱落咗自己腳邊，搞到你要後退嘅打，或者逼住佢身邊好近嘅打，咁樣好容易出錯，最佢都只係打得唔穩定。好彩解決方法其實好簡單，要養成一個習慣，特別係打得比較高水平嘅時候，發完拋之後，即使你發得幾好，都要喺底線後邊行一步出去。你同你拍檔其實都應該咁做啊，因為一個勁嘅回球手會專登打深嘅，最好就係打到你腳邊。所以我哋要退後嘅原因就係想俾對方有冇空間，同時俾自己多啲時間去準備接球。無論係做一個 drop shot， 定係好似之前講過嘅喺後邊打一個遠 drive， 慢慢推進去做第五板 drop。所以解決方法真係好簡單，發完個之後行一步後退。喺 pickleball、網球同好多其他運動入邊向前迎住個波去打，永遠都比你要喺後腳打波容易得多。所以喺 pickleball 最差嘅情況呢，就係發完波球行前一步，然後又要即刻退後再打波，咁樣通常呢就會搞到你隻手好似恐龍咁縮埋一齊，成個動作都唔穩定。我哋已經知道如果個波太貼身會點，但而家講下另一邊，當你打個波太遠離自己會點？呢種情況通常就係你要伸晒隻手出去，淨係靠隻手冇發力，你會發現自己拗得太遠去接個波，因為你會覺得成個身體都冇幫手啦，淨係靠隻手嚟出力打個泡。因為理想情況下呢，我哋想用埋身體其他部分去加重個波，咁樣可以令自己控制得好啲。其實用咗部同核心去發力會容易好多，唔使淨係靠隻手臂去打咁遠波。如果你發現自己淨係用手腕去打，咁就肯定係打得太遠啦。呢個就一啲就知，但係真正嘅問題就係，如果你發現自己咁樣，點解會嚟呢？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先可以修正成個情況。打 pickleball 嘅時候，無論係 drop shot 定其他球，最常見會打到個波離身好遠，通常都係因為懶或者腳步唔正確。當我哋唔想多行一步，唔肯先走去個波嗰度，就會打到佢波離自己好遠。其實只要行多一步就可以完全解決呢個問題。所以其實呢個又同我哋啱啱講過嘅嘢有關，答案都係一樣。你需要喺對手擊球之前呢，做個 split step， 然後側步移動去個波嗰度，確保正確嘅接觸到個波。咁所以打波打到離身太遠呢，其實就係因為你哋及時側步到位，佢哋啱嘅時機去到個波嗰度，你應該覺得好舒服、好自然。當你發現唔止淨係用手或者手腕，而係成個身體都參與咗去打呢個波，你就知道自己做啱嘅。其中一個咧，大家喺第三拍 drop shot 咧，
最常犯嘅錯誤呢，就係佢唔啱嘅時機去打個落得好淺、好貼近 kitchen 嘅波。如果你咁啱嘅時機做呢一個動作，呢個就會係一個好靚嘅擊球。如果你攞錯個時機做，就真係一個好差嘅主意。我哋一齊拆解下，你會諗個波落得淺啲嘅 kitchen 呢，其實都好合理嘅。因為如果個波越過網之後去到接近對面 kitchen 線呢，對手就越容易喺空中接波，甚至有機會對你施加壓力。咁你想象下，如果我打個波過網打得幾高，個波一路飛過去，對手就可以打高壓波，咁我就會處於一個好唔舒服嘅位置。但係如果我打得短嚟，佢哋就要等個波彈起先可以攻擊我嘅，對我嚟講安全好多。問題就係，如果你喺好後面接近底線嗰度打呢個波，成件事就會複雜咗好多。你可以想象下，如果我哋喺後邊打第3板 drop shot， 要個波落得好淺嘅 kitchen 位，我就要打一個飛得好高好高，然之後啱啱好掠過網，好貼網邊落咗波。呢樣嘢其實好難做到，因為個網咧係離開地面嘅。如果我瞄高少少，再打深少少入去 kitchen 呢，個角度咧就會容易好多。理想情況下咧，可以令對手喺佢哋隻腳或者小腿附近接波。你成日會見到啲人盡量唔俾對手喺空中接波，結果就會打到個波好高又好短，佢個波就會喺呢度附近彈起，對手就好容易可以一拍打走個波，或者你會瞄得太短，直接打落個網度即刻失分。所以我哋要避免呢個問題，俾自己多啲空間過網。你見到啦，如果我哋呢個位打波，其實好容易就可以令個波落喺廚房區前面嘅呢個道理嚟，成個球場都啱用。所以你再想象下，我而家喺中場附近，我可以好容易打到嗰個位，比起我哋後邊嗰陣容易得多。所以當我開始由過渡區一路推進到廚房線，我就可以開始將佢波打得淺嘅目標咧，係慢慢行到最前。等我企穩咗嘅廚房之後咧，就可以爭取贏分。如果你仲覺得要喺中場打出完美嘅第3拍落點波，其實就代表你嘅重置同埋細膩手感仲未練得夠好。所以如果你有啲冇感覺，就記住將個波打高少少，俾自己多啲容錯空間，用你打娛樂賽嘅時候當練習，喺呢個位置練好重置之後，慢慢推上去廚房線，再開始打咗柔和啲嘅波啦。但你最唔好做嘅就係過度補償，完全避開呢個區域，或者佢係後邊硬係想打個超完美嘅第3拍落點波，你咁樣只會長遠嚟講令自己失敗，短期內你都會成日打波落網。咁我哋講到最後同最重要嘅落點波重點之前呢，有件好興奮嘅事想同你講。我哋而家喺 Skool 開咗個完全免費嘅社群，好想見到你一齊加入。如果你係未來14日內頭幾位加入咗成員之一，我哋仲會送多份特別禮物俾你，當係多謝你支持。想提升第3拍落點波，未來14日內加入我哋社群，就可以免費低呢本原價25蚊嘅第3拍落點波手冊。你只需要喺下面描述入邊嘅連結加入 Skool 社群，咁你就可以喺未來14日內免費攞到呢本手冊。我哋啲入邊等緊你啦。下一個問題呢，其實都係我哋最常見到嘅第3拍落點波問題，就係大家打完落點波之後即刻做啲咩？你可能都見過呢個情況，特別係打休閒波嘅時候，我哋打完落點波就會一支箭揀衝去廚房線，完全唔理中場。一打完落點波，我哋就即刻衝去廚房，或者更差，我哋打完落點波，然後我哋個拍檔就自己衝咗上廚房，留低我一個喺中場嘅遮咁掩。呢兩個情況咧都超級常見，特別係中級同初學者啦，所以咧我哋要搞掂嘅。而家咧就話你知最正嘅解決方法。首先講下點解咁做嘅唔好。如果我打咗個落點波，但唔係完美到冇得彈，對手咧就好容易可以打個滾球去我隻腳度。而當我哋場上衝去廚房嘅時候，佢哋就會打向我身體，咁我就會好尷尬又難搞。要睇跑緊嘅時候又要準時擊球。想做個重置或者連個波都過唔到網都好難，所以我哋一定要盡量避免呢個情況發生。而解決方法其實都幾明顯啊，其實呢個方法同我哋啱啱講過嘅上一點都幾似。當你打完個落點波之後就衝去廚房，或者平時都係咁，其實代表你未建立到一個你信得過嘅中場打法，而且你都唔熟悉點樣利用中場慢慢推進入廚房，而唔係一次過衝晒入去。所以解決方法就係專注練好呢方面。有幾個好方法可以做到啦。打完個落點波之後咧，記住一個簡單嘅口訣：推進啊，但係唔好行多過你應該行嘅步數嘅。所以我諗你打完個落點波之後向前行，然後做個分腿跳，就好似我哋呢條片之前講過嘅，佢對手準備擊球之前做呢個會俾你惹上官司啦。但唔好關注你跑到幾遠，只需專注於喺佢哋接觸之前，確保你用分腿步離開。所以佢可能睇上嚟好似咁，我打咗個下墜球，但係打得太高啦，對手會迅速擊中我。我淨行咗咁遠啦，
但係唔緊要，因為如果我分步走呢，我而家可以簡單地呢再跳一次，積咗更加多空間，然之後再次分步走。呢個就係我哋想喺中場重複做嘅循環，用下墜球同偶爾重置，慢慢推進入廚房區，而唔係一次過衝晒入去。一個高級球手甚至職業選手嘅重要特徵就係冇乜好識用中場呀，因為高水平嘅比賽，大家都識得喺網前打滾球，佢哋會針對你對腳嘅打，所以我哋要習慣用分步走，慢慢推進。呢個係一場馬拉松，唔係短跑，慢慢睇，唔使急，耐性先係關鍵。另外咧，總結翻成條片咧，其實我哋都強調嘅 drop 球唔一定要完美，所以喺高水平比賽入邊咧，幾乎冇嘅情況，你可以一次過一步到位去到廚房區。中場係你嘅好朋友，唔好怕去學同發展呢個打法，練習重置，練習掉落。而家你已經完全了解點樣提高匹克球接球嘅技巧，我哋真心希望能夠學校見到你。我哋已經將鏈擺喺下邊啦。如果你中意嗰個視頻咧，YouTube 認為你跟住落嚟都會中意呢個視頻，我哋到時見。去做嘅。